各位乡亲，礼拜日到了，目前照常来做礼拜。毋过，人人看到伊，拢感觉怪怪，伊的笑容无去了。聚会所，大家徛伫教会门口讲话，有人发现目天一直额头、喙内喃自语，亲像心内有放袂落的代志。牧师娘看真久，细声甲身边的人讲，伊即几工安怎怪怪？敢是做工压力真大，还是起痟啊？各位乡亲，一句话若传出去，就亲像风吹火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仔囝拢知影，目天好亲像起痟啊！目天听到心内真酸，伊无怨愤，也无生气，伊只是想，原来无人知影我心内的重担。人看外表，上帝看内心。目天愈来愈迫切，想要找到真正的答案。各位乡亲，人若误解你，你敢会继续行呢？目天要安怎面对众人的眼光呢？要知后来安怎？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